乡警告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进前中国有宣布要顶改台独，佮公布新的规定，讲台独上当会当判死刑。总统赖清德伫昨昏表示，中国无任何权力来制裁台湾人民，嘛呼吁中国和台湾民选出来合法的政府交流对话。若无两岸关系，敢若会愈行愈远。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嘛强调讲，支持咱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包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国际民航组织。我想向最近中国南方因为暴雨成灾的民众表达慰问之意。两方的关系是真紧绷。总统赖清德伫回应中国发布定治台独的意见，相当会当判死刑进前，先主动关心中国的风灾，表达慰问。虽然明确表态讲，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无任何权力来制裁台湾人民。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越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啊！赖清德嘛呼吁中国爱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台湾的民选政府来交流对话。若无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只会愈来愈远。用军队来欢迎友邦，圣克里斯多夫和尼维斯联邦总理德鲁的访团。罗总统各友邦伫外交的拍拼，德鲁嘛强调讲支持台湾国际参与，肯定台湾伫国际的重要贡献。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between our island nations. That spirit is stronger. 国际挺台湾的力量是愈升温。AIT 发布新闻稿，重申美方是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包括参加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符合美国对台的政策。最近，佮传出2个美国副座卿要来台湾参加台美工作阶层会议。说明联合国2500号决议并无替中国一中原则来背书，重申台美的立场。因为毕竟中国近期在针对2758的一个内容上有特意的来去做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甚至把台湾的一个主权的归属混淆国际社会。学者批评中国乌白解说，佮乌白用联合国2500号决议，佮分析中国顶改台独的意见，是用法来威胁台湾的威逼手法，就敢若是台版的国安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立法院伫进前法官行政院提出的国会职权法案复议案，总统赖清德伫昨昏表示，已经完成签署，而且公布法案。也毋过呢，伊嘛讲修法的条文内底有违反宪法的义务，而且有侵害司法权和人民隐私，所以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也有暂时处分。总统赖清德嘛表态，释宪的结果伫也未出来进前，伊未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要强调，我们反对国会扩权，不是反对国会改革。改革国会的方式更应该合法合宪。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摆伫总统府公开谈话，表示完成签署立法院通过国会职权法案。不过认为修正条文有违宪的基本，所以加诸侵害人民基本权利这意见，并且宣布启动宪法诉讼。基于守护宪政秩序，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治病如此，治国也是一样的道理。未经审慎评估讨论的法律或制度移植，也可能对国家的宪政运作、人民的权利保障造成不良后果。总统府委由律师说明了大申请释宪理由，包含伫无修宪情况下，要求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并且接受质询，甲权力分立原则有冲突，侵害总统的人事主动形成权定。赖总统也强调，法案条文中牵涉调查听证的规定，引起国内外产业界烦恼，是提出释宪的主因。我们的确有收到许许多多来自企业界、外国商会，甚至国际的关心，这个也是总统府我本人提出释宪的主要原因。不宜通过任何法律对于经济产业的发展带来任何的冲击，这个是我们对国家、社会、人民最基本的底线。赖总统也讲，释宪结果也未出来进前，家己未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我也呼吁在野党应该要尊重宪法的严肃性，在大法官还没有做出释宪结果之前，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
另外，在党这期现任大法官拢是民进党政府任命的，对执政者唔敢忤逆，赖清德回应，大法官任用拢经过严格宪政的程序，呼吁调解最后拢应该接受实现结果，才法度消除宪政争议，让国家继续前进。记者综合报道。原来国民党团是呼吁总统赖清德爱去立法院依法做国情报告，而且佮呼吁大法官就爱做出合宪法的判决。原来民进党团是强调讲，因伫明仔就会去提出释宪。国会这款司法风波也未煞，总统赖清德讲要提释宪甲暂时处分。国民党团总召保光基批评赖清德讲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是赖清德对人民的承诺，也佮讲这届大法官拢是民进党任命，也毋过应该爱是做合宪的判决。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是讲赖清德向在野党提出无适合某人行动的要求，伊无法度理解。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吗？台湾已经成为皇帝制中央集权专制压迫的政府吗？赖清德总统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吗？我公开请教一下赖清德总统，请问你做这样子的要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民进党团是听赖总统强调26会伫咧第一时间提出释宪，也佮批评蓝营就是知影家己所提出的版本有问题，才会攻击批评大法官。不要自己心虚，我来攻击大法官。本届大法官哪一个宪判有问题，或是往前大法官事件有问题，请提出来了。这样子的评论有没有公允？我想社会大家可以判断。所以你绝对不是看门狗。我想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对未来大法官会做什么判决，关键民愿意有笑，但是讲会尊重。黄国昌是希望所有的争议甲主张会让伫咧宪法法庭讲互清楚。国会这款修法的争议，伫民进党提出释宪了，会建立另外一波调解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上新的消息，这是南韩电池制造商 Arisel 锂电池的工厂是日时时发生火灾，目前知影已经造成22个人死亡，那大部分拢是中国劳工。南韩的官员是表示讲，死者将有可能是伫短时间内去输着化学有毒气体，才会无命，毋是互烧死的。一句一句的遗体讲出来，已经受害去建筑伫华夏市专门制造主要用地的感测器、甲无线通讯设备的锂电池工厂着火，烧差不多6点钟拍火。原因初判是放3粒5000粒电池的仓库零环保。 총알 막 날아오는 소리요. 火势传较真紧，消防员向受损的建筑喷水，建筑顶层部分已经崩塌，规栋楼看起来亲像一大地一大地，被炸飞到街仔路。死者大部分是外国籍，中国人上多，因为拢是短期聘雇，因可能对楼层路线不熟。做锂电池的原料含有极度化合物，而且真高度。 官员初判罹难员工可能几秒钟只数一两喙气，都因为毒气死亡，不是烧死。 유해 화학 물질로 번지지 않도록 차단 조치를 확실히 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경기도와 화성시에서는 피해자별로 1:1 전담 공무원을 배치해서 지원에 최선을 다하고 부상자들이 치료를 받는데 불편함이 없도록 신속한 조치를 당부드립니다. 南韩近几年来，因为发生真侪摆这种工业意外，造成大量死伤。首尔当局2年前立法，针对业者高层动发甚至ze假暗告，安尼代志有缘发生。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甲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同款拢是好天、烧热天气，一若过道是爱西至西北风。咱同齐看温度。 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伫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是落湿北风。过到了后，西半部也有东半部山区爱西至西北风，尤其是中部以北也有山区雨会落较粗，而且雨卖落较久。温度的方面，今仔日气象署是针对咱全台湾14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伫云林是红色的警示，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若其他的县市拢是柑仔色高温的警示，提醒乡亲爱加啉水，才袂着山。 即摆是因为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按算到拜四进前，各地拢是一款好天、烧热的天气。因若过道拢熬落西北风，拜三、拜四雨会较减少寡，抑过拜五雨水会变较高。 最近过道定在落大雨，气象署表示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正旺爽地，
前后拜二的偏南风，台湾各地头天气不稳定，尤其山区过道上雷阵雨的几率真高。到拜三拜四，因为太平洋高压转强，雨水会减少快，不过拜五开始雨水会更变愈高。周三以及周四风向逐渐会慢慢的，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的会向西伸展，所以届时呢，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区域会稍微减小一些。不过呢，中部以北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那接下来到了29号、30号、31号，风向逐渐转成西南风，所以水汽又略微的增多。今仔日在落雨之前，各地日头也是真炎。气象署指出，拜日有关会真热，除了苗栗、宜兰和台东较无遐热，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部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气象署是呼吁民众出门都要加注意有风热伤害。那未来3天，大致上因为太平洋高压都是比较强，所以都是属于高温而炎热的天气形态。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温度基本上在北中南都可以达到35、36度左右。那东半部地区大概是在32到33，澎金马分别是32、33、32以及30度的高温。气象署嘛解说讲，最近天气的这热，主要是因为日头辐射强所造成的。另外，针对风台的部分，气象署表示，目前热带海面主要也是太平洋高压，所以热带性低气压发生的几率就较低。日头赤炎炎这款天气的形态，有关会维持1礼拜左右。记者卢尚如、林小凯台北报道。来关心昨中昼有9个外国人去垦丁耍水，有2个人互海流架去，其中有一个有摸到石头，尾仔人平安，也毋过有另外一个20岁的美国人，找到的时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救无回来。警管处是表示，当地有插红旗禁止耍水，若即马歇热要到啊，嘛呼吁游客爱守规矩。徛水上乌托邦教练赶紧将渡水分别15人救掉咧，人一上岸是急救。经过了大概有10分钟之久，他才在旁边的浪区，在那个地方被发现这样。15人送病院了后，3个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是22岁美国籍查甫人，也是内台的高安大学生。中途甲其他8个外籍同学到垦丁准杭州海域去耍水，刚刚从海涌滚落去，查甫人甲一个同学互冲走，一个同学摸石头有互救起来，伊家己是不幸死亡。别人就有业者协助叫他上岸，然后我们再游出去把另外一个困在礁石区的回不来的拉上岸。这样，像今天早上船环死的部分，在9点就已经插上一支红旗，就是属于暗流区，禁止游泳。空管处讲，当地2早起9点已经有插红旗提醒，暗楼区禁止受水耍水。去年7月，垦丁万里洞海边也发生海涌甲5人赶走，加上岸边有一群教练，随后小船出去甲人救回来。退潮的时间比较容易发生。今天从早上7、8点的时候就开始满潮，之后就开始退潮。那今天刚好也是一个大潮的时间，所以这次离岸流应该是蛮强烈的。专家讲，梨花楼上电人发生伫退楼的时阵，提醒民众若看到无海烟花，如果是真青深蓝色的海边，就要先细理是毋是梨花楼，避免落水。上安全的方式是耍水时爱穿救生衫，也是炸铺具。若拄到梨花楼，身体放轻松，随海水飘出去，结果等人来救。记者综合报道。加上前款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全世界平均的温度已经连续11个月拢创下新高，咱台湾伫今年的4月份嘛创下史上上热的4月，也未7月，即马全台湾已经有超过400多人因为热伤害送病院。气象署就表示讲，今年的温度可能是正常偏温暖，而且雨水会较少，所以温度会搁加较热一寡。来看《自由时报》。健保署伫顶礼拜有召开药品给付项目，也各有支付标准会议，有通过讲要放定量骨测肌肉萎缩症 SMA 的用药给付，按算全台湾有280个人受惠，因每一个人每一年的药费大概是600多万，健保一年支出是21亿，按算8月份开始实施。来看联合报。
高雄某一间国校啊，一个姓张的校长涉嫌伫伊的朋友厝内，伫个洗身躯间共斗占空，在偷翕伊的好朋友的查某囝洗身躯。高雄的检方是认定讲，被告是违反儿童驾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嘛妨害秘密罪，因为涉嫌这罪嫌，昨昏互提起公诉，也那法官嘛裁定，甲这个校长继续收押。继续关心台中高美湿地生态真丰富，市政府公告讲，这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也么对2011年到呾，毛发现130多件暗时共装入去内底案件。最近伫网络顶悬，阁有人伫茶步道顶悬生烟火，嘛引起议论。农业局即马当咧调附近的监视器，总共有抓到人，就会开罚单。大公线甲回条伫湿地找食，游客到台中高美湿地查证道，就使真近看得到。也过最近有网友伫面册私密摄影社团打出一张伫高美湿地敢像摕烟火机配合慢速摄影所留落来，迄张是讲本空相片。网友批评是不良示范，游客甲当地民众也认为无好。不可以放这种烟火的，就不能放这种烟花。我觉得，就算这张照片多美，也是违法了。对，所以就是说。是不应该的。这款的拢卖违背迄个吼，种这款的无迄个袂使就袂使，唔好啦。去年12月有2个查甫人暗时家己拍开查证道，关坐铁门，骑机车走入去高美湿地查证道，留下真侪车辆的分量，告互台中市农业局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罚上管25万。高美湿地巡守员坦白讲，每天日头落山了后就撤守，暗时民众若是超工要走入去，实在是无法度来阻挡。暗时，你点啊后个月啊，也搁较侪人。啊，恁拢暗时拢要安怎管理？暗时都无管理，暗时要安怎管理？暗时遮都暗做是要安怎管理？于高美湿地木栈道上使用仙女棒进行拍摄，正在调阅现场监视影片追查，如有违反相关规定，将依野生动物保育法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之罚款。农业局讲，对2012年到即阵，高美湿地暗时家己走入去，总共处理134件。去年底机车案件罚25万是上悬的记录。网络传出疑似使用这个烟火机所翕的这个相片，就正伫调看附近的监视器。那属实的依照野保法开罚，民众若发现违法行为，应随时向农业局甲警方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伫昨昏因是发布保护的红色预警，这是中国今年头一届发布。因为中国的华南地区即马是在落大水，雨做大水，真侪所在拢淹起。另外，伫欧洲的瑞士嘛，因为连续几日天落强降雨，发生水崩山，有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大水甲雨伞冲落来，画面真惊人。瑞士为自一开始连续几日天强降雨，互当局宣布紧急的警戒状态。第二次强降雨造成阿尔卑斯山有名的度假胜地策马特爆花崩起，大水直接冲入去一个小镇市区，造成3人失踪。救援人员经过潮吹，发现一个失踪查甫人的遗体，不过依然有2人失踪。Prima di rispondere, adesso che abbiamo avuto anche queste informazioni sulla vittima, vorrei esprimere anche a nome del governo federale, facendomi certamente interprete di tutta la popolazione svizzera, di quella che in altri cantoni sta avendo anche delle difficoltà, penso al Canton Vallese in questo. 瑞士气象部门指出，过去日之一天降雨量达到114毫米，而且有63毫米集中伫1点钟来落落来，平均30年才出现一摆强降雨。瑞士警方也表示，失踪者活落来机会真低，目前当地依然有真侪路灯气、铁路运输也受影响。救援人员开手灵船将受困民众救出来。中国华中甲华南地区这时也落暴雨，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是中国上高级别的天灾预警，也是今年第一摆发布这个警报。气象单位预警，到日期进前，江南北部、江汉东部甲南部真侪省份拢有连续性强降雨。福建、安徽、河南等地拢传出淹水灾情，广东惠州几日天的暴雨造成至少47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失踪。公司新闻电为真朋友。极端气候毋若干那灾情尔，这个影响是永久的。亲像非洲西部的国家奈及利亚，就有一个挖海基亚的小镇，即马因为海平面压悬，这个所在有2/3的土地拢已经互海水淹去啊，当地人敢若会当搬厝刷位。
海英一直拍到岸边荒废无人住的厝，甲下骹的土石地基拢赶走。这是奈及利亚1947年建立的基督教社区阿耶托罗。原本大家甲这叫做快乐之城，不过即阵2/3已经互海平面凊悬拢淹了，30年来失去10平方公里的土地。All the Ayetoro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ea, and if you look where the sea is now, that is the end of the former Ayetoro. 民众已经提往内底陆地已经搬几啊摆呀，不过无论用什么方法，甲这战斗甲厝改加有关，也是使这个海平面凊悬冲流去的速度。只有囡仔无学校用读，民众也毋知要去叨位讨食，真侪人离开。老赖人连啉水拢真侪问题，因为附近河流的淡水生态系统已经转变成做咸水的海洋生态系统，无用啉咯。Between 30 and 40 meters per year in terms of erosion, so it's very, very intense and it's very, very severe. 奈及利亚尼日河口的尼日河三角洲丰富的石油运送带来伤机甲环境的风险。专家讲，水底石油钻探是阿耶托罗地面一直流入去，和海水一直淹掉主要原因。另外，研发对着水土保持有帮助的红树林拢做了，还有气候暖化、海平面凊悬造成的侵蚀，都是主要原因。就当局宣示要找有效解决方案，已经是空谈啊。社区消息的景象，加上每年极端气候做大水上款，有当时媒体报道一个真侪气候变迁、暖化现象的证据。按照具体来解决，依然是想无步。专家希望讲政府支持更加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对理解社区消息的完整的原因来对症下药。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婚姻是自由的，真侪国家翁仔某若是无法度共同生活，就会当离婚。也毋过对菲律宾人来讲，要离婚是真困难，因为因信仰天主教，所以伫菲律宾各大也是禁止离婚的。也毋过有真侪受家庭暴力的妇人人无法度离婚，就规世人互白条条。即马即款情形有希望会当改善啊，因为菲律宾的众议院伫顶个月有通过离婚法案，目前已经送到参议院去审议。塞西亚和艾维琳娜两个人拢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过去两个人拢定互因翁拍。He hit me, and I had 2 black eyes. 塞西亚因翁伫几当前已经过身，艾维琳娜是因翁婚外情甲放杀了后，才脱离红苦毒的生活。不过法律上，艾维琳娜同款是有婚姻的。Since he left, my children have been relieved because no one is hurting them. Until I am divorced, I can't be happy or feel free. 艾琳娜甲他无法度离婚，是因为信天主教为主的菲律宾和梵蒂冈同款是禁止离婚。唯一例外的就是，若婚姻内的其中一方互证明心理上无行为能力，这当进行婚姻无效之诉。但是这要开几啊年的时间，而且要开足侪钱，真侪人嘛因为安尼无法度离婚。想要离婚的是毋拿艾维琳娜，根据估计，菲律宾有1/5的女性是受到家庭暴力，真侪人拢希望离婚。这种声音并不是无人听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两当前就承诺要互离婚合法化，但是天主教会反对势力实在是伤强，离婚法案真侪摆拢轰动落来。The dominance of the state should not be tempered by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church doctrines. They say that marriage is solemnized in heaven, but many marriages plummet into hell. 无法度离婚，或者的红苦毒的妇女，就算是都离开因翁，同款是无法度生活，因为真侪法律定数，譬如讲买厝，拢需要因翁的授权。一寡人士只好冒险去求助离婚律师，但大多数拢是诈骗的。不过，因为社会观念的转变，目前菲律宾已经有超过50%的民众支持离婚合法化。菲律宾的众议院顶个月通过离婚法，算是正大的进展。但是法案同款要交予参议院来表决，大力挺离婚权利的人士当拍拼的优势，希望参议院支持离婚法，或者予婚姻白条的妇女会当有得到自由的机会。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是个传出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是伫江苏苏州市一个日本的母仔在等候车的时，雄雄互一个查甫人举刀刣着伤，凶手阁想要爬去后车顶悬继续刣人。若车顶一个女性是真勇敢出来阻挡，毋过互刣甲重伤，即马有性命的危险。继续关心南韩的军方是对外表示，北韩若亲像各向南韩
放一寡低本数的垃圾鸡龟仔。南韩讲最近这鸡龟仔内底发现讲有低洗肉，还有寄生虫，而且还有一寡破鼓鼓的衫裤。不过南韩嘛讲这垃圾鸡龟仔无造成什么款污染，而且嘛无传染病的风险。来看加拿大的当地政府今日对外宣布，因打算要对中国做的电动车甲电池加扣关税，而且阁要启动30天的咨询期，听外界意见。即马加拿大是打算要对美国和欧盟的脚步，主动对中国进口大量较俗价的电动车甲电池。继续关心去美国留学的空军官校学生齐浩平，伊的妈妈和外妈5月份的时去美国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却发生严重的车祸。经过各界斗3天，齐浩平的妈妈第3暗坐医疗专机返来咱台湾，齐浩平也留伫美国，踮伫美国照顾也搁伫病院住院的外妈。华航的医疗专机慢慢降落伫桃园国际机场的天气坪，伊的警车甲救护车拢等伫遮，准备要将齐浩平的妈妈接出来，送去3分钟病院接受后续的治疗。5月份，齐浩平妈妈甲阿嬷因为去美国参加伊的毕业典礼，拄到严重车祸。经过治疗了后，齐浩平妈妈病情稳定，自3为科罗拉多州出发，伫加州转坐华航专机直飞台湾。齐浩平继续踮伫美国照顾还在当地住院阿嬷。高检齐浩平家境真善车，为减少厝内底负担，就去读军校，佮得到美国空军官校公费留学的名额。今年毕业，在各界春出援手之下，已经为此个获得差不多4000万的善款来应付这么大的医疗费用。齐浩平也在面册发文感谢各界爱心，表示会努力克服目前的困境，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检方是抓到西雅山强和国际杯境外游艇运毒案件，查到游艇顶悬要一栋市价超过9亿的毒品开探兵，因是用游艇来运毒，是因为讲游艇的这走的速度较紧，真歹抓嘛，真恶虐。那这届高雄检方是和海巡单位合作，而且阁有和美国、马来西亚这掠夺单位交换情报，才顺利抓到人。海巡人员大声喊，要求因停船，但这个船长却想要让海巡的船只逃逸，现场看起来是真惊险。海巡强势拦检停船去查缉，就是因为这只假作是游艇的运毒船，刑警是真干贵。发现到有一张不是这一艘玉胜号的一个游艇的一个毒品走私，它是有一个另外一艘船这个走私这个情资。那报请高雄地检署来指挥侦办。美国缉毒署的官员是特别到场，法务部长戴明谦嘛落南去表扬。高雄地检署日是宣布讲，抓到境外幽灵游艇破入胜号的运毒案，即摆唔但和警方、海巡这单位来合作，佮透过和美国、马来西亚这国家的缉毒单位来交换证据，顺利伫高雄外海抓到人。庆幸的是，他们在这个区域，然后像深夜，那有点松懈心防，睡着了，那导致我们就是靠近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察觉到。几道的商品其他面拢总是动一动，市价超过9亿，当中红假作是低米包，船顶还有先进的雷达设备和引擎，佮准备装啊、麻袋啊，方便随时甲证据弹掉，互查缉更较困难。它就会从我国经济海域那逃到公海上去，那造成我们在登检方面是有一个主权上的争议，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很难去做登检的动作。那加上它的船就是动辄它的时速可以到35节以上，速度是不弱于我们的7支舰的。地检署估计大量的其他兵难道一起致命伤，后果是真严重。包括船长当中3个台籍和3个中国籍的船员，先后当中成也嘛准啊，或者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这罪嫌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嘛是高雄有抓到犯罪集团，用讲会当免费替你车资来招员工，佮讲会当提供员工食含大，还佮飞行机票，互因去泰国做散工。也毋过事实上呢，是甲这人共拐去柬埔寨，再佮要求因的亲人提钱来赎身。目前这个犯罪集团有8个嫌犯已经互警方抓起来啊。无3个男性互警方也铐起来，因为伊毋拿涉嫌以免费车资招募成员，成立犯罪组织，搁伫面册牵高薪水工课广告，锁定拄啊踏入社会少年家，借包车包大包机票去泰国食头路的名义，骗被害者出国，实际煞是去柬埔寨违法交警做工课。
集团成员为了免事态扩大，那要求被害人的家属也要付赎金，他才愿意让被害人离开。那被害人家属汇了新台币15万元以后那这个杨姓被害人才能够返回台湾。被害者回来了，马上报警，警方顺线抓到可剩嫌犯等8人，搁伫徛街查到作案用的点钱机器、手机甲电脑等证物。专案以人口贩运防制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恐吓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但诈骗手法一直变，除了国外食头路，国内假投资诈骗同款真多。高雄岛一个男性互虚拟货币投资群组骗23万。孙子不甘爷爷遭诈骗，将计就计，借用他的手机持续传讯，同时通知警方协助。等到与诈骗集团车手相约面交100万元时，民警一拥而上逮捕。孙仔甲车手当面交钱100万了后，警方赶紧冲出来抓人，对车手身躯敲出免用发票的收据。虽然车手辩解是帮朋友摕物件，转还是以诈欺洗钱防制法移送。警方提醒民众唔通贪图高薪水轻松的头路，还是轻信高利润的投资，以免违法还是受骗。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用超过60年的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昨昏开始拆，按算会拆5个月。拆掉了后，这个所在土地会先摕来做停车场甲绿地。当地里长就表示，当地人等这工已经等60年啊，希望未来会当互附近会当个兴旺起来。也那台北市政府是表示，第二殡仪馆即卖已经全区使用，礼厅宾柜拢有增加，对今年1月份试营运甲打嘛拢真顺时。水车泉水兼接土粉怪手当地拆除作业，为1905年启用的台北市第一殡仪馆行过一甲子。因为第二殡仪馆的2期工程完工，一并正式行入历史，功成身退。拆除工程工期一定要5个月。在地里长表示，居民已经5万60年啊。大家很高兴现在最近的附近的房价都已经在波动。先问卷调查，问看看里面他的倾向是 AI 的还是商办大楼的，再跟都发局做一个报告。基民基台地方较发展的，不过一边正式拆除了后，需要一段时间拍地，初步会先做临时停车场甲绿地。你办公室最近我来展开问卷调查，包括社会主体、社会福利相关单位、商办大楼、台北市 AI 园区。地爽量的部分，台北市殡葬处表示，二殡已经全区使用，礼厅甲宾柜拢有增加，为今年1月份试营运到即马运作顺利。2殡2期完工之后，我们礼厅总共是来到28厅，那比之前的21厅还要再多7厅。那宾柜数也来到了13、14，比之前多了360柜。目前这张需求都可以 cover 得住。殡葬处是讲二殡量能会当支应，不过议员嘛点出其他问题，包括交通动线无好，二殡停车空间伤小，而且位无济。虽然市政府有规划互车停去附近的停车场，不过地点离二殡较远，恐惊会造成民众不方便。除了2殡停车场、水岸停车场的建制，还有增辟接驳环城专车，对于望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包括分局、殡葬处以及交控中心来事先做相关的疏导。周万安表示，二殡4期为会搭配行人专用的设置，也有整体交通优化、科技执法者的作为，希望透过多方面做伙做，减少周边交通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交通来看中华高铁站对2015年开始营运较大，也毋过一直拢是高铁12个车头内底出入的人数上加吊车尾的车头。民众是认为讲，因为这个所在高铁站的车帮真少，交通嘛无利便。也针对这个部分，交通部要来改善，已经核定电中支线，要对电中火车头有一条铁路到中华的高铁站。高铁站内底，民众有行李准备要去坐车，去伫中华电中的中华高铁站，自2015年通车到今，进出站人数一直是高铁12个车站内底吊车尾的。民众认为交通无利便是主要原因。实在拢较无方便，大家的迄高铁其实坐，唔管你要去市区还是要去彰化市，拢足方便的。所以讲我是感觉彰化这会使做一定的改善。附近的交通对田中人来说算是方便，但是如果对田中以外的人来说，我就觉得应该会有点勉强。
针对中华高铁站的交通问题，交通部已经核定田中支线兴建计划，要为田中火车站有一条铁路连接中华高铁站。顶个月已经核定田中支线基本设计，交通部长李明彦也特别到南关心进度。今年年底，伊的工程就要来发包，伊个先期工程，那么主要的站体以2015年来发包。这中间我想即摆搁咧设计，现主持若法度，咱尽量来听取大家意见。田中支线总工程费41亿，比综合规划时阵核定的经费加出19亿。代替公司依照定时办理修正计划，今年底会先发包完底田中火车站的整修改善工程。新田中站预计2026年10月开工，2029年的年底通车。交通部也宣布，为7月初1开始，中华高铁站会增加车班，提升运输的量能。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因为伫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车流量真大，迄搭呢阁有袂少店家，而且阁有购物中心，沿个沿线嘛有侪电商一寡障碍物，对过路人来讲，行路拢无介优先。市府即摆嘛有向中央争取经费，要做人行道，抑阁有路面的改善工程，而且即摆嘛已经列管181个人行道顶悬的障碍物，会分阶段来做改善。上下班时间，台南东区中华东路车流量真大，佮加上双边路边有店家，有侪人会来遮洗，毋过详细看，则无人行道通行。沿路颠倒是看到电商占路的状况，甚至无人甲厝内无碍废弃物拢抌踮外口，致使过路人咧行搭真过路。较会无方便咧停下啊，爱有迄个所在通好，互伊煞。我会感觉地下化会较好啦，因为路面盖好，就是爱互行人去行嘛，你变成像安尼动咧，一寡轮椅啦，还是较无方便的人士，还是讲一寡咱年岁较大的朋友咧行，可能拢无方便。台南城市发展早，袂少道路毋但佫无留公共设施的空间，即阵市府盘点人行道宽度无到90公分，佮兼有障碍物，拢总列管181件。工务局指出，咧清刷确实有困难，爱考量空间的限制，目前应采用分阶段施工。有民间团队是认为，政府应该整合，甲相关的规格定好势，幸福过路人一个安全的通行空间。已经有规范出来，但是它没有入法，所以你没有照着做，其实也没有法则。那我们希望这一块可以把它明定出来。那你要做的话，你需要遵照什么规则，然后放在哪里？那这些应该政府真的要需要主导。困难点在于是说要有适当的公共设施带，比如说有分割岛够宽的话，我们就把它移到分割岛去；或者如果没有分割岛的话，就变成是要跟住户或店家去协调。市府讲已经有向中央争取经费，目前的行政队主要干道做调整，亲像中华东路后个月的发包时间，因按算伫115年会全面改善好势。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也伫高雄市的高山渔港，遐有菜牌仔讲袂使来钓鱼啊，不过也是有民众会走来遮钓鱼，而且佫会霸占人行道，影响过路人行路，甚至佫有民众讲会去互鱼仔线去搞着，真危险。海洋局表示，未来会先加强巡逻去考控唔听就会开罚单。天气当小热，高山渔港也是有钓客，就算讲规身躯包安，也是要来钓鱼啊。毋过渔港明明有插牌仔警告，则袂使钓鱼啊。就民众发现钓客鱼钓仔会占用人行道挡路，居民表示讲，过去捌有钓客无注意，游客互鱼钓仔摔着受伤，甚至居民若考控，佫会互钓客歹，认为警方爱严格处理。钓鱼的人是看海啊。伊要摔的话，伊要摔的就是伊无看后壁讲有人啊无人啊，啊是讲多人多要过，啊都来摔的，啊捌你搞一届。我会使来呼吁讲遮袂使钓啊，无警察来来。啊，伊爱听就听，无爱听有叫做麻烦来拍人啊，拍你知道吗？高雄市目前有16大合法的钓鱼区，独独高山渔港无开放钓鱼，是因为渔港伤远近徛基厝，加上边仔是高山渔市场，游客真济，并无适合钓鱼啊。根据海洋局的统计，高山渔港平均一个月会开出60张的款倒单，到大也未正式罚款。但是钓客第二届搁伫遮违法钓鱼啊，才会正式开罚单。加强巡查，以维护该区域人行道上的旅客及行人安全。最后呼吁钓友应选择于公告开放区域垂钓，如临近的高雄港第一港口北防波堤、
靠西子湾的部分，可享受钓鱼的乐趣，也避免触法。海洋局表示讲，高山渔港现场拢有插牌啊，警告袂使钓鱼，若是看到无效，会依照渔港法来罚3万到15万。未来会加强巡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钟义辉、吴志宏高雄报道。地港剧团的经典戏出《人间条件》系列，反映社会嘛反映民众的生活。这出戏已经搬23年，计共有8出。也若《人间条件1》6年了后，今年要搁再搬。啊，毋过呢，剧情有对社会变化，而且加入一寡新的元素。演员嘛有找新的，有梦庆，有补习班的名师，嘛有明华园的第3代。这就是恁的什么第4代，无大无小无有意的世代啦。演员发出《人间条件1》内底的经典台词，立港剧团的代表作《人间条件》系列中上届经典的《人间条件1》，讲一个普通家庭的阿嬷过身了后，佮附身伫查某孙身上，返来人间所发生的故事。今年大人开始要重新登台，导演吴念真讲，这出戏对一开始到这阵已经进入新的世代。这届重演演员全部定做有歌手、梦庆补习班名师以及明华园第3代的下届合作。我记得20几年前演到现在，其实真的时间很长。那是另外一个时代，好像随时都有人会提说，要不要重演《人间条件1》这样。那我觉得既然这样就重演吧，那就是从那个演员里面再去找合适的这样子。拜请五路众神明，速速下凡，都要渡过呀！执行导演讲，除了演员下届合作，这出戏的特色是会一直对着时代来变化。这个剧情的背景改做2024年，会阁有新的元素出现，想要让观众挖进生活有一个全新的体验。他跟着年代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成长。怎么样来到怎么样的年代，他都很好把它把握当下，然后处在当下的环境。比如说那个西施，最早从槟榔西施，然后再变成小甜点，再来到《冰雪奇缘》的 Elsa、Let It Go， 然后再来到这一期间谍加拉讲的安妮亚，所以这个都会一直在改变。另外，导演吴念真嘛讲，人间的剧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做出一出接近观众的故事，反映社会中小人物的生活，上主要就是要让观众快乐甲感动。剧团也邀请民众做伙行入剧场，重新体验新世代的人间。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芭蕾奥运伫要起鼓啊！教育部伫昨昏有召开芭蕾奥运评级推演会议。另外呢，咱台湾代表团即马嘛有传出好消息，这是霹雳舞的国手孙静，伊即马是摕到芭蕾奥运霹雳舞项目的参赛比赛资格，嘛是咱台湾的头一人。因为俄乌战争甲中东冲突，教育部8日下晡邀请相关单位进行芭蕾奥运评级推演，希望为台湾参加比赛选手建立安全通报机制，让代表团所有选手甲教练拢能顺利参加比赛，平安返海。芭蕾奥运第摆达一个霹雳舞男女选手各只有10来个参赛名额。咱的霹雳舞好手孙静，伫奥运资格系列赛最后一场的布达佩斯站比赛排名第15名，积分26分，加上进前上海站的积分34分，总积分60分，摕到芭蕾奥运的门票。希望他能够再降个1.5公斤，减少他膝盖的负担，还有手腕的负担，跳舞的线条也会比较好看。他的心肺的输出，高强度短间歇的状况下，可以恢复能力比较好。又有选手入选为这个巴黎奥运的一个选手。射箭事实上奥委会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有6位选手取得资格，至少16项的运动项目，然后目标大概有58位到60位的运动选手。中华奥会只是公布代表团团号，选手徛在台顶展现英姿，有选手就讲比徛在擂台更加紧张。台湾选手拢准备好啊！中华奥会甲教育部体育署也提供充足的后援，希望因能为国争光。选手取得参赛资格，他们背后都有一些自己常合作的，不管是禽收、运动防护、物理治疗，或是运动心理等等，那我们都会尽力、尽全力让他们都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到巴黎去。东京奥运可以拿到12面奖牌，分布在10个项目，我相信这10个项目都有机会获得奖牌，甚至金牌。
巴黎奥运中华代表团的参赛门票依然在继续放榜当中。这摆有5，至少有16个项目，目标有58到60个选手参加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即要开始啊！那即马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是也搁在拍，要代表巴勒斯坦去参加巴黎奥运游水项目，一个24岁的选手，伊号做亚赞，伊是表示讲，即届伊毋若要伫巴黎奥运顶悬摕到拼出好成绩，伊嘛要伫奥运即个国际舞台替巴勒斯坦发声。24岁亚赞伫咧杜拜游泳池为巴黎奥运做最后的训练，身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后生，即便会当参加巴黎奥运，毋但是替老爸原少年时阵想要成做游泳选手的梦想，也希望会当向全世界证明，就算面临战火压迫，巴勒斯坦的人民又会当徛起咧奥运的舞台。كان لاجئ كان حتى ما عندوش أكل فبعدين الحمد لله تحقق حلمه بابنه وهلا احنا يعني حلمه دايما فخور فيه انه انا قدرت اوصل للمرحله اللي هو ما قدر. الناس تفهم بالضبط انه يزن يعني بيمثل هذا الشعب وهذا الشعب موجود في فلسطين. 亚赞的老爸18岁时阵离开巴勒斯坦，并且伫扫地生亚赞，就算伫杜拜做家具的生意，因过爸仔囝2个人，将来就无忘记家己的故乡。亚赞不代表巴勒斯坦参加2022年的东京奥运，而且也是阿拉伯运动会50加100公尺勇士的冠军，又伫2023年被选做国际奥会25位青年领袖之一。伊希望伫这边巴黎奥运用上好的成绩。 争取更加侪人对巴勒斯坦的肯定加认同。إن شاء الله إنه نكون مرحبين كفلسطينية وإن شاء الله نفوز شغلة نرفع راس البلد ونرفع راس الناس في فلسطين وضعها صعب فإن شاء الله نقدر نخليهم نفرحهم شوي. 这届巴黎奥运将会有6到8位巴勒斯坦的选手参加比赛，也算是其中一位。伊将会先去荷兰参加一份，了后就会去法国。 伫咧奥运比赛场证明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强毅力，也希望借这边的机会，争取更加侪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也希望和平会当赶紧来。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来看印尼有一个白头巾的女性所组成的重金属摇滚乐团，因成立甲打已经10年啊。因一直在挑战穆斯林，也有一寡对女性无公平的规定。因即摆伫国内外是愈来愈出名，所以来因阁要去英国参加音乐会。在大家观众热情的喊声中，电子吉他甲强烈节奏的打击乐音，互现场的气氛规个热起来。印尼这个 Heavy Metal 乐团3个成员嘛全部女性，而且佫是头巾白暗暗的女性。因的表演风格无定着无亲像西方这种乐团遐尼野。啊，毋过成立10年来，为厝的人反对到社会无共的眼光，因原来经历各种的挑战。 Terus di kampung terutama kan suka dianggap kalau musik metal itu musik setan gitu, gak cocok dimainin sama perempuan apalagi kita berhijab gitu. Itu kalau konser pasti ada yang nyeletuk gitu. Allahu Akbar, dar gitu, bom kayak gitu-gitu tuh suka dari penonton. Ya, dari penonton. Jadi kita udah kriminal aja gitu, teroris gitu di matanya. 就算互厝的人当作去卡着爱去治疗，也是互人警惕当作恐怖分子，这拢无减少这3个查某囡仔对 Heavy Metal 音乐的热情。因伫高中时阵受到美国 Heavy Metal Rockin' Roll 乐团的启发，开始耍音乐。乐团的名就叫做旋流之声，用意是伫打破对头巾穆斯林查某囡仔一向温柔端庄的固定印象。 Berhijab bukan berarti jadi penghalang buat main musik apapun gitu sih. 这个乐团即马伫印尼真互人欢迎，除了伫7月的雅加达音乐节吸引真侪迷众，嘛红去国外，嘛前往美国甲法国表演。这个礼拜六佫应邀到英国参加格拉斯顿伯利音乐节，将为头一个伫世界上大户外音乐节演出的印尼乐团。所以因要佫创作新的专辑，针对贪污、女权甲环境这个社会议题继续发声。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再来去看印度，
印度有袂少庆典顶悬拢有枪，因为枪是一个会当天好运好彩头。也毋过呢，这枪在训练的期间，常常嘛传出讲这枪防苦都防冷滴，所以即马有动保团体就想出一个办法，用铁架啊来做枪的形象来代替真正的枪。大枪用片啊，甲囡仔小借问，真侪民众甲伊翕相的时阵，以原来亲切摇伊的大对耳啊，即只悬有3公尺，重量800公斤，亲像真诶同款的大枪，是一只机械枪。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即间庙9月举办印度教庆典，印度教内底枪头人身的枪神，负责掌管智慧甲财富，真受民间尊敬。所以相关庆典一定要有大枪来加持。不过大枪伫严格训练的过程，生活条件真差，定定有互人遭受虐待情形。另外，大枪是去控制攻击人致死死亡的事件，逐年发生，所以动保团体都有想到改变做法，捐送这只机械枪给庙。As per the Heritage Task Force reports, in last 15 years, 526 people was killed by the elephants used in Puram and other religious purposes. So to rectify all this, we introduced this mechanical elephant, that is the third mechanical elephant in Kerala. 动保团体表示，因这项关键的前提，就是庙莫阁饲养，也是请活枪来做庆典的活动，并且会用安全、毋是残忍的方式来举行相关仪式。克拉拉邦法律规定，大枪伫游行5点前后，至少爱休困12点钟；行完一段路程了后，至少休困5点钟。不过实际的情况往往无法度落实，致使受虐待大枪伫庆典仪式进行中失去控制，破坏财产，造成人员伤亡的案例真多。几工前，当地才发生，互游客坐的大枪向失控，甲顺枪塞踢倒娃娃打死的意外。动保团体捐送机械枪，都是希望类似的意外莫阁重演。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咱全台湾各地同款拢是好天小热的天气。气象署嘛有针对咱全台湾14个县市伫今日发布高温警示。一来过到了后，伫西半部也有东半部山区拢爱设置西北雨，尤其是中部以北也有山区雨有可能会落较粗。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3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天气真小热，乡亲出门在外就一定爱会记哩加啉水，才袂着煞。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